原新征，我哋馬上為今晚嘅粵劇比賽進行啟動儀式。首先恭請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先生 JP，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妙雲女士，粵劇發展基金顧問委員會主席楊偉成博士 BBS MH JP， 活動榮譽主席鄭敬海博士，活動執行主席葉世雄先生，大家一齊為比賽開鑼，有請咁多位。鳴鑼為號，全力出戰！兒童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大賽現在正式開始。為咗弘揚同延續傳統藝術文化，所以就誕生咗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公開大賽。喺較早之前嘅初賽，兩個組別都表演得非常之精彩。經過千挑萬選之後，終於嚟到今晚嘅總決賽啦！而喺比賽開始之前，仲有表演嘉賓為我哋展示粵劇文化嘅新世代。比賽即將開始，有請致力推廣粵劇文化嘅阿姐汪明荃，同埋我呢個迷醉粵劇文化嘅90後丁子朗。大家好啊！大家好，阿姐你好。你好，丁子朗，今日係我同你第一次合作嚇。係啊係啊。合作愉快先，打個招呼。多謝你阿姐。
嗱，大家都知道咧，我就好喜歡粵劇嘅。咁近期咧，亦都係做緊好多粵劇幕後嘅推廣工作啦、承傳啦、發展啦等等嘅。咁我見到今日咧咁多10零歲嘅年青人，仲甚至細到幾歲嘅小朋友咧，都咁喜歡粵劇，我覺得好欣慰咯，好開心。冇錯啊，姐。其實呢個比賽咧，希望有個平台俾啲年青人可以互相切磋下。咁作為年青人嘅我咧，已經有問題想問你啦，姐。好啊。就係我想問咧，其實咧粵劇係一個咩藝術嚟㗎？乜嘢形式表演咧？做一係啊種綜合嘅藝術嚟嘅。咁你知道全中國咧有成360幾種不同嘅地方戲曲嘅。咁我哋叫做廣東粵劇咧，其實就係我哋嶺南地區啦，即係廣東嘅地方戲曲啦。咁我哋同其他嘅劇種一樣啦，係唱做念打啦，唱行先。咁我覺得整個演出最重要咧，都係唱功啦。咁絕對係而家我哋亦都香港咧，就有個粵劇都叫做比較興旺啦。咁所以我哋咧一路都有推廣去到啲年青嘅朋友，好似今日咧啲小朋友咧，真係好細個就喜歡粵劇㗎啦。咁呢批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就經過咗之前嘅初賽，咁啊打拼咗一輪之後咧，先至係成為今日嘅入選嘅隊伍，包括有5隊咧係兒童組啦，同埋5隊係青少年組嘅。今晚將會產生2組嘅冠軍嘅。係啊，而身負重用嘅評判咧，就會選出今晚嘅冠軍啊！咁佢哋咧真係要睇佢哋嘅身段啊、做手啊、音色啊、台風等等等等嚟評分㗎。好啦，等我介紹一下啦，評判團主席就係輝哥阮兆輝，之後有尹飛燕小姐、吳美英小姐、陳永儀小姐同埋黃超群小姐嘅。咁啊，介紹完評判之後咧，馬上就要正式嘅比賽開始啦喎。首先係請出兒童組嘅隊伍。第一隊兒童組參賽隊係11歲嘅馮希瑤同埋10歲嘅鐘欣彤。馮希瑤小朋友細個就中意睇粵劇啦，仲會偷偷地攞媽媽嘅化妝品化大戲妝添。而鐘欣彤小朋友人仔細就已經有好多嘅比賽經驗啦。佢哋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無情寶劍有情天》。無情寶劍殺情啊！
雪太狠啊！琴娘不活燒狼死，我不忘身他斷那魂。捨己為人，今明還。琴娘，你殺我！你殺我啦！你殺我啦！其實咧喺呢度，我覺得應該再俾一次掌聲兩位參賽者，因為作為第一位參賽者咧，其實真係好緊張嘅。咁其實佢哋演得已經非常之好。咁當然因為比賽啦，咁可能花旦有少少緊張啦，咁所以咧就有少少失誤咗。咁不過唔緊要嘅，俾心機。我做啊！你請我啊！全職契約妻子，將想要人幫忙做家務嘅男人同中意做家務嘅女人配對，組成一個僱主同僱員雙方嘅有薪契約婚姻。秘密契約結婚。同居嘅時候，夜晚點算啊？睡房係分開嘅，唔使擔心，因為我係單身達人。單身達人。Beyonce 生活係香水呈現，僱傭妻子。今晚、聽晚 J2。深入荒野，開拓未知領域，膽大心細，自給自足，鼓起勇氣，品嘗詭異食材，但求飽肚，團圓同舟共濟，無懼挑戰極限。叢林的法則，星期日晚9點 J2。衰揈啊，條數計落好犀利啊 ！Cherry， 我話過攬你就攬你，講嚟聽下先。你唔知道咩？MyTV Super 已經突破咗350萬嘅登記客戶啦！使用量仲爆啊！每星期有成2100萬人次收睇，總共睇咗超過1000萬小時啊！掂啊！我要快啲打話俾魔姐，叫佢快啲喺 MyTV Super 度落廣告先。我同哥頓哥單聲先。咁你哋要快啲啦！喺 MyTV Super 落廣告，查詢熱線28057772。人生如壽司，嚟緊乜點會知 ？Keep going， 元氣壽司。八珍味味，源於新鮮精選，為你獻上巧手滋味。八珍粽，吸收係成長嘅開始。BB 好似海綿一樣，不斷吸收外界事物。不斷吸收營養，牛欄牌獨有 ProAbsorb 配方，結合益生菌同專利9:1益生元組合，肚仔營養好 ，BB 更容易吸收美好大世界。牛欄牌仲有全新嘅 Meal Plus， 係小朋友嘅吸收好 buddy。2分鐘踢走眼袋都得，我話得。Remiska 績效微亮眼霜，只需2分鐘 ，Mr 同 Mrs 嘅眼袋仲邊有得留低 ？Remiska 筍盤啊，租買都得，買農地仲連埋間屋。咦，仲可以用埋隔離塊政府地喎？跟我嚟啊！違反地契起屋，佔用政府土地，後果嚴重，相關私人農地會被收回。非法佔用政府土地亦會被檢控。漠視法紀，得不償失。筍盤睇清楚先啦，幾時都要問下專業意見啦。3個國家，3種嘅退休態度，先飛去馬耳他，歐洲嘅後花園。呢個景殺死人啦！嚟到呢度生活，絕對可以將你嘅步伐放慢8倍。跟住再去哈薩克探索異域，純粹望住個景都會有好多得着。最後玩埋哥斯達黎加，全球最幸福嘅國度。跟住我尋找快樂之道。哇！喺度睇住日落，呢啲先叫生活。康宏金融特約退休地圖，星期一晚10點半翡翠台。第2隊兒童組參賽隊係9歲嘅鄧杏瑩。由細個開始，嫲嫲就會帶佢去睇大戲，
就係咁樣開始愛上咗粵劇啦。雖然今次單槍匹馬，但係實力真係不容忽視啊！佢演出嘅折子戲就係《村女也知亡國恨》。其實你已經係做得好好㗎啦，仲係有少少嘅問題咧，就我覺得你攞雞仔唔好喺個屋裏邊趕啲雞仔出嚟，你係成個籮拎出去門口，然後先至開嗰個籠蓋，放啲雞仔出嚟，咁樣咧，我覺得咧係比較係合適一啲，係咁樣啫。跟住落嚟，有請第3隊兒童組參賽隊，佢哋係12歲嘅謝婉琳同埋11歲嘅李若瑄。雖然兩位小朋友仲未成為粵劇大師，
但係佢哋已經有好多嘅表演經驗啦，仲去埋外國交流添。佢哋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百萬軍中藏阿斗》。少主人安好啊？阿斗無恙。哦，謝天謝地啊！主母，我身受重傷，望將軍保護阿斗，闖出重圍，使他父子重逢。好，請主母帶少主人一同上馬，我隨後闖出重圍。將軍豈能無戰馬？我行也能退敵啊！唉。將軍，老已間氣力盡，無法擺脱。哎夫托謠言，將軍徒強。其實呢出戲咧就要好高技巧嘅，俾佢哋做咧我都戥佢哋好辛苦。咁啊，佢哋當然練咗好耐啊。咁首先咧就係，譬如花旦嗰方面咧，佢好難做到一路又要唱，一路又要做，一路又要表示佢曾經中咗箭，有箭傷，呢個咧其實係好難演出嘅。咁另外嘅生嗰方面咧，一路着住件大甲咧，咁的而且確咧就做好多樣嘢咧，都係咧係要練咗好耐至得嘅。咁佢哋而家嘅已經係算係好好水準㗎啦嚇，繼續努力。閃爍韓星每週華麗登場，緊貼韓國樂壇，韓迷熱切期待。自塔韓星逐一朝拜 ，NH 補濕專家 K Beauty 呈獻 K-pop， 星期日上午9點 J2。We bought this shed for $9,000. What？ 住喺海邊。
定山丘上面？生活喺潮流尖啄定史詩式建築入面？哇！邊間先至係全澳洲最正嘅安樂窩呢？ This house could be Australia's best home. 星期3晚8點半，澳洲潮澤明珠台。檢察官上司同實習生展開美妙關係，自槍喐、男之遠、奇怪的拍檔緊貼紅服播放，已經喺 MyTV Super 上架啦。人生如壽司，嚟緊乜點會知 ？Keep going， 元氣壽司。作曲填詞越嚟越上手。呢隻就比較寫實啲、貼地啲咯。唱作新人其實係前輩。12、13歲嘅時候就貪得意錄啲 cover，然後擺上 forum。中二嘅時候就錄第一隻 demo 咯。勁歌金曲 J2 版，星期日晚6點 J2。快整好，正喎，整夠嚟啊！煮嘢唔係一味靠錯，係要靠真材實料嘅。如果你有烹飪天分，立即報名參加。我係小廚神3，做個新一代有料廚神啦！第4隊兒童組參賽隊係9歲嘅林君龍同埋11歲嘅林可晴。林君龍小朋友由幼稚園開始就已經中意睇 TVB 嘅粵語長片，仲成日無間檔戲服添。而林可晴小朋友更加係由5歲開始就已經學粵劇啦。佢哋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怒劈華山》。
實咧真係做得好好啊！我都拍爛手掌，因為咧阿沉香咧雖然細細年紀啦，咁又要唱啦，又要加埋武打啦，又要有感情啦，我覺得係好難嘅事。我相信咧佢係用咗好多功夫嘅，我覺得係好值得去俾啲掌聲佢㗎。咁當然啦，阿聖母咧亦都好有感情去配合佢哋嘅演出。你哋做得好好，繼續努力啊！第5隊兒童組參賽隊係10歲嘅利文哲同埋陸瑞輝，粵劇對佢哋嚟講有種吸引力，而佢哋亦都想透過演出令所有觀眾投入其中。藝術文化真係無分年齡嘅界限㗎。今次佢哋演出嘅折子戲係《艷谷醉周郎》。
我真係好高興，我哋粵劇咧終於有啲接班人啦！我真係好開心。佢哋唔單止年紀小，係做到嗰個戲，係能夠咧仲可以充分咧演出咗嗰個劇中人嗰個感情啦，同埋佢嗰個大家夫妻間嗰種嘅恩愛啦，係可以喺嗰個眼神啊同埋表情嗰度可以能夠表達到出嚟，所以我好開心。大家應該俾多啲鼓勵佢哋，你哋繼續努力。日式簡約風，低調而不單調。我哋用咗白色嘅牆身，配襯一啲淺色嘅木家私，去營造一個 relax 個氣氛。黑白灰格調，打造型格愛巢。我同我女朋友都好中意黑白灰，所以你見我哋成間屋都用翻呢3隻色做主色。雅蘭藏咗50週年特約，安樂窩星期日晚8點半 J2。子曰食色性也，一個節目滿足你2個願望：視覺同味蕾嘅盛宴，有靚女，好正啊！型男美女帶你食勻台灣嘅異國美食，德州我嚟啦！好肚餓啊，我要食法國菜，好羨慕咧！周遊列國，星期2晚9點7 J2。2分鐘劇走眼袋都得，我話得。Remiska 績效微亮眼霜，只需2分鐘 ，Mr 同 Mrs 嘅眼袋仲邊有得留低 ？Remiska 真係咁得？試下先。唔該，我要咖喱加辣啦，少辣啦，都係加翻辣啦。得。多醬紅米好味3合1。得。我就坐喺度唔喐，睇你得唔得？小心啲，慢慢食。專業得嚟細心，有你心，所以窩心。咁 OK， 點會唔食得開心啊？黑人牙膏。佢哋未必有叫座力，但你唔可以否定佢哋嘅感染力。一個地方可唔可以笑得開心，視乎有幾多人樂意成為生活中嘅喜劇演員。喺呢一年，同我哋創造更多笑容原動力啊！黑人牙膏令香港人笑得開心，仲有深層潔淨嘅黑人太陽刷。你有冇試過上網揾酒店？有冇發現同一間酒店房有好多唔同嘅價錢？Trivago 喺眾多網站同埋應用程式當中，幫你揾出最受歡迎嘅酒店。你可以好容易就揾到所有符合搜尋條件嘅酒店，然後揾到最適合你嘅房。記住 ，Trivago 顯示嘅係同一間酒店房，由唔同網站提供嘅價錢，所以先可以用至低價錢揾到啱你心水嘅酒店。酒店 Trivago。大盞5、6日激筍優惠又嚟啦！大盞加拿大谷自豬肉做嘅臘腸，全天然成分，加拿大製造，大王價88蚊2盒，再送多2蚊。想同你玩多啲，學多啲。美贊臣安怡寶 A 加含 DHA 益菌素等多元營養組合，想你專心啲，轉數快啲，分享探索更大世界。呢度起緊綠色建築，唔知起好之後係點嘅咧？想知跟住嚟啦！你咁慢㗎？綠色建築當然唔止咁少嘢，即刻上 hkgbc.org.hk 揀定想睇嘅綠色建築，就有主題導賞團㗎。入石壁，發掘群育學校嘅魅力。可能外界咧會對佢哋有啲誤解，各人有各人叻嘅地方嘅。陪伴成長，滿足小願望。佢哋同其他嘅小朋友冇乜分別，一樣都係好活潑，都係對世界有好多好奇。香港遊樂團，星期日晚7點7，翡翠台。阿姐啊，我哋睇咗兒童組5隊嘅參賽隊伍啦，咁其實做大戲有咩好處㗎？睇粵劇梗係學到好多嘢啦，譬如有中國歷史文化啦，係咪？宣揚呢個忠孝仁義啦。咁你又因為由於佢係一個綜合嘅藝術咧，包括好多，譬如有武術啦，有體格嘅訓練啦、唱腔啦，係咪音樂啦？咁樂器包括好多唔同種嘅樂器，最緊要學下中文啦。係嘛？冇錯嘅，咁我相信我哋嘅藝員同事都非常之有藝術修養㗎。咁平時拍劇就難唔到佢哋啦，唔知做大戲佢哋會唔會都係一樣咁得心應手呢？我覺得佢學咗大戲咧，一定會對於佢演技都有所提升，因為每一種一方都有參考嘅價值嘅，同埋可以互相借鑑嘅。係，我知道你想介紹敖嘉年係咪？係啊，同埋張慧雅。係，佢哋做咩？做大戲咯。我知做大戲做咩劇目啊？秋香同埋唐伯虎。好。
小姐，哈，拜神啊！啊，真係神心嘅咧，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嘛！哈哈，小姐，你真係靚嘅啫。誒，小姐，點解你唔出聲嘅咧？求神，求神，誠心禮佛來求靈神，同小姐你三生有幸，同小姐你成為情人，好心叫知你憐憫，勸你說話更慎，叫花休想過問，勸你要立品行，快歸海咪再痴心，小生熱情太深，初相見心中我欲人，我初學人去抹運，喂省我貓面啊太冇癮。西人講嘢你我真，所作所為認真下品，點算下品啫？我有心求奉人家，觀音理應動慈善嘅心啊！觀音實冇亂咁幫壞人立錯心，觀世音都有救苦救難心啊！我生性風流，喂我還未結婚，你自量下係乜嘢人？你個包養生死，會有人講結婚呢？我著名貌美，同姑娘合襯，我猜你美麗伴我，你悶人悶到晚夜，我以求共你做對有情人。你個衰人邊個共你相親？你隻高竇嘅貓兒，去配呢個痴人，最合襯。你可謂瘋狂傻安神啊！怪叫你風騷又嬌嗲，而且態度啊咁天真。唔該你咪立壞個心啦！我有我拜神，你做乜啫人？你一定拜神啊，求分笨啊！你下路戰間真係正一啊！衰人，你做鬼都好過做人。就算我死落黃泉，雲白都追隨。你左近，我睇閻羅王都唔肯要你落18層地獄，等你做隻地府冤魂啊！今日真係笑話啦！相信泉下鹽關，一定年年有情人。咁你共鬼有緣分，快去地下成婚姻啦！乜你咁鬼黑心啊？我心意一番，
真情共繳定鋒芒。你成個壞人，説話得人怒憤。你嬲得真美麗，最妙係發叫真，好心啦將我憐憫。睇你周身怨氣騰騰，認真氣壞人。好好啊！你係咪第一次唱？第一次咁樣，哇！我哋出嚟着晒裝上裝，我哋叫做。係啊，平時玩下卡拉 OK，即係玩下一兩次有。今次都係第一次唱粵曲，所以都好緊張。你有尖音喎，有子喉音喎，係啊，好犀利喎。希望點啊？好唔好玩啊？好玩啊！即係同我哋平時唱歌嗰個能力咧係唔同，出個聲個共鳴位完全唔同咯。唱完之後第二朝沙咗把聲。係啊，需唔需要揾好耐先揾到個位？其實模仿咯。即係最叻就係模仿演員，就係上網模仿嗰啲大老倌點樣唱咯，咁學翻佢哋其實唔得，要多啲睇多啲先得啦。嚟緊會多啲。我覺得你都好自然，大家話係咪啊？嗱，現場都仲俾好多鼓勵你哋啊！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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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啦嚇，繼續努力啦。好，跟住落嚟我哋就有青少年組別啦，咁佢哋咧就比兒童組大幾年啦，應該就學多咗，都係10零歲啫，經驗多咗嘅。咁不如我哋即刻介紹第一隊啦。第一隊青少年參賽隊係16歲嘅黃安晴，佢中意挑戰同自身性格完全相反嘅角色，覺得一舉手一投足都代表人物當時嘅感受，要認真研究先至可以演活角色。佢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幻覺離恨天》。
其實我好欣賞呢位參賽者，點解呢？因為佢自選一套自己獨立嘅戲。點解呢？其實真係有啲難度嘅，因為各位觀眾呢，要淨係睇佢，靜心睇佢，每唱一句啊，每做一句啊，即係都係要係好落力先得嘅。咁啊係好開心，佢能夠做到好多樣嘢，因為佢把聲係好靚，同埋佢感情係好好。家國潮遊生意，等住話你知。加拿大潮什麼？今晚8點半 J2。解救韓流時尚全攻略，韓系彩妝秘技一一公開，實用熱賣美容產品全部網羅，緊貼紅星全方位扮靚實戰。超人氣韓國美容節目《美麗魔法》，星期日晚7點 J2。真係咁得？試下先。唔該，我要咖喱加辣啦，少辣啦，都係加翻辣啦。得。多醬紅米好味3合1。得。我就坐喺度唔喐，睇你得唔得？小心啲，慢慢食。專業得嚟細心，有你心，所以窩心。咁 OK， 點會唔食得開心啊？想同你玩多啲，學多啲，令你時刻都咁開心。美贊臣安怡寶 A 加，含 DHA 益菌素等多元營養組合。想你專心啲，轉數快啲，你就可以睇闊啲，行遠啲。360小人類分享探索更大世界。闖入熱帶，呢度到底係咩地方？你哋邊個？呢位係皇世子弟含，穿越300年嘅愛，降樓皇世子，星期1、2、4、5晚10點1 J2。助人為樂，集腋成裘，升級司儀，都姐叻哥，連同一眾主持共襄善舉，身體力行。李克勤、林子祥、梁漢文、黃婉之、側田以及一眾青春偶像接力獻唱，帶嚟連串經典，以歌聲宣揚助人為樂精神，讓社會充滿溫馨，充滿愛。萬眾同心公益金，今晚8點半，翡翠台。好感謝今晚主辦機構舉辦呢個嘅比賽，可以讓咧係小朋友能夠係充分發揮，更加感謝好多嘅粵劇界嘅前輩提攜呢一啲嘅後輩小朋友，能夠傳承中華嘅傳統文化，更加咧可以提高咧係小朋友嘅品德。希望呢一種嘅比賽以後咧係繼續能夠推廣發揚。第2隊青少年參賽隊係14歲嘅陳安喬、18歲嘅李晴欣同埋16歲嘅張少倫。佢哋喺學習粵劇嘅過程入邊，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同學，一齊喺舞台上面發揮唔同嘅角色。佢哋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劈山救母。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啦，今次就係青少年啦，同頭先嘅兒童係唔同嘅。咁華山聖母咧，我俾佢一個評語就係佢演出係都算唔錯，但係我覺得佢嘅出場稍為係欠缺一樣嘢，唔夠鮮明啊！因為我哋講出場個颱風係好緊要嘅。咁二郎神就唔使講啦，開打嘅咧就大家都知啦，大家都睇到佢係一身武功係練得唔錯嘅，俾啲心機啦。跟住落嚟係第3隊青少年參賽隊，係16歲嘅黃卓琪同埋20歲嘅林貝嘉。黃卓琪覺得學習粵劇可以更加了解到中國嘅文化，而林貝嘉希望日後可以加入梨園，追求夢想。佢哋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碧血寫春秋》。做得好好㗎啦！咁而家佢哋取材嘅咧就係一支粵曲裏面嘅情節。咁一支粵曲同埋一場戲咧，的而且確有啲地方咧係經過裁剪嘅，所以有啲感情咧其實係好難銜接嘅。佢哋已經咧係做得唔錯㗎啦。咁不過咧，好希望大家咧以後更加注意咧嗰個
動作嘅銜接、感情嘅銜接，呢兩個問題咧，其實係好多一般演員都會咧係遭到棘手嘅感覺係。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以後更加注意到嗰個連貫性。獅子會係絕對支持兒童發展呢個粵劇嘅，呢個亦都係我哋中國嘅國粹，亦都係希望能夠係承傳開去，所以我哋係絕對支持兒童發展呢一個粵劇，亦都係希望佢哋將來成為一個好出色嘅大老倌。深入荒野，開拓未知領域，膽大心細，自給自足，鼓起勇氣，品嘗詭異食材，但求飽肚，團圓同舟共濟，無懼挑戰極限。叢林的法則，星期日晚9點 J2。HKMA 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被譽為市場推廣界奧斯卡，致力表揚本港市場策劃從業員嘅傑出成就。係時候提名你哋有卓越表現嘅員工參加個人獎項，角逐傑出市場策劃人及優秀市場策劃專才啦！請支持 HKMA 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請大力支持 HKMA 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快啲嚟報名 HKMA 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2017 HKMA 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現已接受提名。紅唔紅？睇你點睇啦！你大快活有得揀紅米飯，呢種紅個個都 like 㗎啦，食得開心咪就係咁啦。全新包裝無比滴現已登場，快速制止佢嘅痕癢，消除佢嘅紅腫。好有效啊！日本止痕 No.1 MUHI 品牌嘅無比滴。咁夾，因為維他 VLT 紅茶檸檬比例完美，一個結味夾晒我哋，結得起就係我維他 VLT。平時隻藥都唔夠勁，試下必理痛特強傷風感冒丸，15分鐘見效，快速擊退感冒症狀。試下必理痛特強傷風感冒丸啦，擊退感冒症狀，更快更強。思月連續10年日本銷量No.1快速白髮染髮霜，簡單一按嘅思月，濃密乳霜完美遮蓋白髮，紅色係新登場思月。香港寬頻幫你慳到盡 ，4G 流動通訊服務，為號轉台即有5G 數據，再包埋24個月賣 TV Super 手機 App， 俾你盡情體驗呢個新世代超級娛樂平台嘅視聽娛樂享受。登場啦！全部嘢有齊，月費都只係78蚊。香港寬頻幫你慳到盡，而家登記仲有得免費睇埋今季 NBA 季後賽添，仲唔快啲打34983498或上網登記？蒸水蛋試下用1份8福豆腐撈埋蝦仁蛋漿嚟蒸，豆腐一樣，菜式不一樣，更滑口又健康。一杯醋咖啡竟然係古羅馬著名運動飲品，一碟意粉足以左右政治決定，一個食物遊戲可以分散基民嘅不滿。喺意大利，食物點樣塑造歷史？意式味道有段古，星期日晚8點半 J5。好興奮見到今晚呢班小老倌嘅演出，佢哋非常有水準，非常有天分。見到佢哋，我哋充滿信心。所謂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我深信只要佢繼續努力嘅話呢，一定能夠成為以後獨當一面嘅大老倌。推動兒童粵劇嘅發展呢，係栽培粵劇接班人嘅大好嘅方向。大家一定要鼎力支持。第4隊青少年參賽隊係17歲嘅張雅穎同埋16歲嘅歐曉婷，佢哋兩個都學咗10年以上啦。張雅穎覺得最難嘅地方就係要代入角色，而歐曉婷就覺得唱腔先係最難掌握嘅。佢哋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群英會之小燕。
黃小姐，你唱歌跳舞啊？好啊！好。還莫言危千女謀喜夢成意，深深一拜這嬋娟。係好開心，兩位參賽者演得非常之好。因為佢哋真係有接班人，真係。佢哋唔單止唱做，佢哋兩個係好合拍，即係好有交流啊！佢尤其是佢嘅眼神，同埋真係做到劇中人嘅演出。第5隊青少年參賽隊係17歲嘅馬欣維同埋11歲嘅黃樂彤，佢哋係今次比賽年齡相差最大嘅一隊，而黃樂彤係青少年組年紀最細嘅小妹妹。佢哋今次演出嘅折子戲就係《無情寶劍有情天》。人
我前人若不返來説絕除嘅怎冇大天仇恨啊！言帝云：蕭羅名喚為重輝，乃是公王嘅血人，慘被你爹爹私毒計，滿門殺戮不饒人。佢一族探淪亡，一家離劫運，此世將仇報，殺盡女家人。你哋嘅演出其實都唔錯嘅，尤其是喺唱方面呢，我覺得你哋係保持水準嘅。但係做戲，我覺得你哋欠缺一啲默契啦，因為我覺得你哋兩個好似各據一方咁嘅，好必要嘅時候先至對大家做戲嘅啫。咁希望你哋記住，以後一出嚟做戲嘅時候，你就係要做戲嘅啦，就唔可以話我要 warm up 嘅嗰個時間嘅。好啦，咁啊整個比賽咧，終於係完畢啦。咁啊，首先咧，我就請評判團嘅主席輝哥咧，你同我哋講個整晚嘅比賽嗰種感受，俾你嘅感受好唔好啊？其實好開心嘅，因為睇到咧好多小朋友咧，其實佢都做得好好嚇。咁當然啦，你話大家比賽嘅時候緊張啦，或者有少少失誤咧，就我諗係人之常情嚟啊。個個都會，個個都會啊嚇。咁就，但係佢哋係一般嘅水平咧，係非常之高嘅。起碼咧，大家唱嘢都啱音嘅。係嘛？即係冇任何走音嘅情況出現嚇。雖然咧有時版式裏邊咧有時會爭少少啦嚇，啲速度啊等等嘅嘢，但係呢個咧就好難怪嘅，因為比賽嘅時候點都緊張啲。總體嚟講，你係滿意嘅？滿意，絕對滿意，絕對滿意。咁我哋粵劇係後繼有人喎。當然啦，當然啦。恭喜大家嚇！係，大家互相恭喜。係啊，咁呢個時候其實大會已經計好數㗎啦。咁我哋喺度要多謝李潔芝合夥會計師行有限公司為今晚核數同埋計分嘅。好啦，即將咧就會為大家咧係揭曉今晚嘅冠亞季軍。咁我哋有請劉江華局長為我哋頒獎，並且由馮妙雲女士、楊偉成博士係陪同嘅。結果已經喺阿姐隻手上面啦。兒童組嘅季軍係怒劈華山嘅林君龍、林可晴。恭喜晒你哋，因為你哋會得到5000蚊嘅現金獎嘅，恭喜晒！繼續要頒發兒童組嘅亞軍，村女也知亡國恨嘅鄧幸瑩。恭喜晒你，因為你會得到8000蚊嘅現金獎，恭喜晒！兒童組嘅冠軍就係艷曲醉周郎嘅利文哲、陸瑞輝。恭喜晒你哋啊！你哋會得到1萬蚊嘅現金獎作為鼓勵㗎，恭喜晒！
恭喜晒！繼續咧，我哋係要頒發青少年組啦，季軍劈山救母陳安喬、李靜欣、張兆倫。恭喜晒你哋，你哋會得到5000蚊嘅現金獎。青少年組嘅亞軍係幻覺離恨天嘅黃安晴。恭喜晒你啊！你會得到8000蚊嘅現金獎。恭喜晒你！青少年組嘅冠軍群英會之小燕、張雅穎、歐曉婷。恭喜晒你哋啊！你哋會得到1萬蚊嘅現金獎，作為鼓勵嘅。恭喜晒！非常之圓滿嘅結局啊！絕對係。因為我哋睇到我哋粵劇咧係後繼有人，小朋友咧係個個都精神奕奕，而且佢哋係投入粵劇，非常之